有一些人拿不出这个租金，为什么没有工作？生活在溪仔边的风暴已经几落十天，简单的几块茶饭，加入都市米风格，离开高雄花莲台东来到台北做做工，大头油的是遐尼重，生活袂轻松，要食野味才拢有，暗顿煞来唱歌跳舞，厝的头路无顺遂，还阁有温暖的厝，部落传统精神已经开始来生根，传承祖先的智慧，才袂互人来看轻。管政府呛声，叫阮唔通挡伫遮。规家一定爱搬开了，互靠面车来行，财团好野人亲像因的阿爹名。哪有美国时间啊，插销阮一定洗卡，选举一件规大摊，讲比唱的较好听，你甲阮当作人看。啊，唔对就感谢。无厝通大，啥人会当了解阮的痛？外口风雨遐尼大，因暗时爱去困的当。我把你当人看。我去恁的厝，你煞来跳阮的厝，简单的诉求恁拢有足侪理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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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住民的家宴全部变作碎片，幸福讲随便，大哥在给摸钱，平地人的价值观，高楼大厦才安全。我想问过原住民嘅想法自己安用变，伊讲嘅魔话比擦体，擦体嘅部落也不会讲。歹势，嘅部落模特只走在大部落格内，母亲的怪兽原住民也有纳税，有的因讲法你总没他，社会机制吊人当控已经嘛唔强，做事情做10年，摸板梁5枪，5千抽台路摸票还不抬价行，哪一趟过？不如原住民抢过哪一趟过？只有反体给上一拿。